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在西元1721年的时间，台湾有一个太民变主义过治乱，这时间威胁到我们睇见啊下淡水海拢系我哋讲屏东海嘅以南嘅我哋呢客家庄。好，这时间我哋有13太就64岁，仲差唔多13000人都适合睇。我哋这时间咧万旦嘅双地庙，如果我哋見到嘅萬旦嘅萬全師來強下。嘅天講，我團結強下來播種為土。3萬年後，都係我哋2021年係我哋綠隊開種嘅300周年。嗰個味道我長達嘅年來見證，因為歷史上最重要一年，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把咗1年嘅發通，希望有請睇入邊安重要一年地方來強下來屏東來見證因為歷史嘅一個最重要嘅時刻。我哋今日有請到我係我哋嘅好朋友，同時嘛係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陳立平陳處長，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紹介講11年屏東縣政府按樣去慶祝入邊安重要一年，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陳處長。主持人還是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處長立平。處長，頭先我哋講嘅一件事情哈，其實喺108年嘅時間，我哋呢小英總統哈，伊其實都講，希望伊其實去我哋總統庭參拜嘛。伊都認為講一件事情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嗰時候伊都把綠隊300周年都定位成一個國家級嘅慶典，同時嘛變嘛有成立的一個綠隊300周年慶的一個儲備委員。咁從對嗰時間，我哋總統開始顯示講，因為一個最重要發通以後，一直都唔能更加，啊記得嗰度發通嘛已經有一個天安了嘛吼，咁一中間嘅儲備嘅工作唔能希望我開始做下儲備工作嘅。其實睇總統宣布也是國家級嘅事件，等縣政府開始睇思量講啊，也國家級嘅國土體內，當然我哋唔會講像一啲確實嚟做我哋客家事務，要睇縣長我哋指頭之下、指示之下，由我哋呢副縣長接觸所有局處，向下來完成一件事情，包括咧睇交通嘅部分啦、觀光部分、行政嘅部分，還有我哋民政同我哋呢宗教禮俗嘅關係，還有社會處啦，因為社會嘅職工啦，特別我哋呢南各無論體制各相關嘅嘢都會局處，包括教育方面，佢全部是總向下來做一啲討論。等於都講，有一啲國家級嘅慶典，唔但係動用到屏東縣政府全部人嘅資源來做一件事情，唔單止講因為係客家事情，都客家事務處來做。冇錯，等家己講睇2019我哋呢台灣單位，嘅嘛係屏東縣政府嘅小說所用我哋屏東縣民，向下同我哋擁有，向下來踏實。因為我哋屏東嘅一種嘅個性啦、個性要係按呢方式，嗰個延續我哋2019嘅嗰種嘅風格，特別我哋精神態度，2020還有我哋呢從2年接到呢20年就係也部分110年嘅也綠隊300年對我哋嚟講最重要，所以睇認同啦，大家用合嘅一種嘅基本條件，特別核心之下，是所有屏東縣民，特別屏東縣政府向下來完成。你中途都唔知講講到講我哋台灣單位嘅一件事情，你有辦法喺個台灣單位我哋主持一本紀念冊嘅一個做主持人嘅一個工作。其實都有人冇人講，唔得做乜嘅一個台灣單位，通用按多人咯。其實我哋呢屏東縣縣長旁邊有講一件事情，就講，伊希望講每一件事情地方，他肯定就向下來做，然後一擺練習，慢慢的都變成後邊有一啲事情嘅時間，全部縣政府嘅各處單位，好，如果向下來嘅完成一件事情，就像頭都唔講嘅，因為我哋有一啲台灣單位嘅一啲經驗以後，嗰種經驗變成一啲國家級嘅一啲發通喺我哋屏東縣，唔好講又因為去做客家發通，我都唔係客家事務處，唔係，都變成個屏東縣所有嘅各處室，都全部都聽數嚟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想問人家講，因為其實喺綠隊嚟講嘅話，人家其實綠隊喺屏東算最大份。除了綠隊民農睇高雄市以外，其實大部分的鄉鎮都睇我哋屏東。那種按大部分的鄉鎮睇屏東，然後又有按豐富的人文歷史，你當初喺儲備嘅時間應該過上腦筋嘛？因為我呈現的東西又按多年，又按多故事，又每個鄉鎮又希望講一片馬上要做，咁當初你喺儲備嘅時間，能讓我去協調呢東西？
其實也部分韓國來，我哋啲文化嘢差別要密模細節，也部分當初時我記得我哋一啲嘅信念很多是馬轉啊，十幾位傳，也部分當初時睇嘅下邊時節其實唔係像人。佢感謝所有嘅文史嘅也都工作者，同家紀念，包括喺10多年前客家事務局所成立嗰度文史嘅調查，所有嘅延續下來也都文化，包括哋睇做社會嘅一種嘅等於沙灘啦，特別哋喺沙區嘅釀造，有部分其實好多局處，包括啲農業處啊同農車，全部嘅人啊同體力啦、物產啦，特別係啲人文要按你慢慢地行過來，當然客家事務處是一啲核心一定講按你上過來，用按你去解一啲促權嘅一啲局處以外，包括感謝其實也擺唔單止對人哋行業嘅尊重，嘛教育以前歷史行過來，包括人出面啦，還有平埔族啦，還有嗰度不管好咯，係講嗌哋咧，即係客家來講，客家強下來認識嗌哋呢6隊3幫人。嗰種也會6隊嘅3幫主人，即係初中人嚟講嘅話，見唔係講根本呢個3幫主人，唔單止係我哋行業嘅事情。冇錯，2022年係我哋呢度，我哋咧行業咧合作嘅先面，呢度係播種、迷途一件事情，嗰時10下行來變成以前嘅7樣，而家變成而家6隊。但是3幫人後，其實喺一塊土地上面已經係嘅，唔單止係我哋行業，好多人原住民係我哋先住民。嗰時一到睇一塊土地行業，其實唔係我哋6隊人啦。我哋新嘅6隊人。其實我哋是同睇講哪一年啊？對我嚟講，我唔可以講係1/2是好多人，1/2是行業。你咪講認同要係，你嘅監察要係睇107年嘅客家，一個基本法有講到嘛，只有認同嘅客家，要係我哋講呢嘅客家。一件事情對我哋客家文化、物產、特別產業，人文也部分教育。所謂國泰嘅一種恩典，因為國泰嘅嗰種觀念，大家融合變做一家人。要像頭頭主持人所講嘅，先出面嘛，係我哋嘅重要，人人熟熟面的險嘛，大家有關係。係啊，冇唔錯。其實點解講喺6隊一片喺啲地方嘅人，係咪都6隊人冇唔錯？唔叫做認同我哋6隊嘛，都係6隊人。唔單止講係咪人出面，係好多人，無論係人，唔係啲新出面。其實你要認同唔係一塊土地上嘅人民，都係6隊人。同時，嘛佢反映睇一人嘅世界嚟平等參加6隊嘅嗰啲重要嘅慶典。佢多多人喺陳述上有講過一件事情，就講除咗我哋各處什麼農業處啦、民政處啦，嗰度，咁要結合到我哋在地嘅一種人文。咁一幾年嘅一啲發通地步，係咪每10日都要發通啊？每10日加有，其實我哋睇有分四季啦，我哋啲講我哋衣服打變動，我哋人面嘅呢面街啲辦法，對我哋嚟調美個重要。再來要講我哋會春夏秋冬，每啲節氣24個節氣各有無相同嘅種意義。包括我哋睇正月10啦，要開始我哋咧送人要係元宵節。對我哋合作嚟講，佢重要唔單止衣服一件事情，又對年節我哋咧也都新生命，要係年燈啦，特別我哋咧新燈，對我哋嚟講要係一個好嘅傳承特別氣體。什麼每10日都日有節目，你今日按用啊？嗱，皮啊綁起來，叫起來，因為佢多嘅，我哋講公務人啦，講好啦，其實伊真係佢陽光派嘅發通，有時伊啲地方1年擺睇發通，如感覺到如已經有講。佢實力咧，但是你要規劃到每10日同日有發通，冇唔錯啦。對民眾嚟講嘅話，其實係最好嘅，因為你等於講，我哋每10日嗰出有供應用嘅，但是對人哋做事嘅人嚟講嘅話，每10日有發通嘅話，等於一啲係咧，馬上係得到發通嘅。其實我認為講幾年同我哋用我哋過日1年嘅一種感覺，因為我哋客莊啊講好，客家文化最鬧熱咧，要係睇過年呀，要我哋客家節嘛。對我哋嚟講，每擺發通我留下物嘅，我哋要目標嘅，唔係講做個我所嚟。對我哋嚟講，我哋會希望，比如講我哋做埋喺百姓店咧，運用我哋咧失傳30年咧也係搶水，對我哋咧後退時退，用哪嘅幫助，我哋會做一啲工作會，向下嚟探討。包括我哋做埋喺做集泡上。除了我哋所啲節日節氣以外，而同我哋所有嘅6隊有冇關係？我想所有6隊唔單止我哋今日發通分咗4季嚟講，
12年，但對我哋來講，人文我哋用嘅細微嘅，比如講我哋啲美容同故事有絕對關係。加嚟故事對我來呢，有係等娛樂，分享嘅呢，有係等要對啥咩水墨連邊海啦，等東江海啊，後邊有係等愛聊海，又等我哋美容海，所以對我哋呢做前頭做有種先鋒，也了解對深夜向其他各有嘢脈絡，嗰個也是水文。對人文來講，如果講我哋不管300年啦，200年、100年，睇我哋下探水海以外呢，同我哋呢個150嘅有關係嘛，特別同我哋潘一流，也對我哋來講是我哋呢一啲族群嘅生命地圖。嗰個12個月份對我哋來講，又係每日家庭過客家語嘅方式。觀眾朋友，而家談到今日都發現到講，其實頭當我哋嘅陳處長，伊是慢慢地在講，一12年我到底我有乜嘅發通的，但是你知道上講到喎，今日我哋開始嘅時間，你會發現講，今日唔乜嘅時間，讓我哋屏東人嘅合作，一定要一啲個重要嘅發通來反映。咁我哋先對我哋四季開始講，其實四季把深夜發通，我哋四季係用嘅方式來去規劃啊。四季其實包括我哋睇人文咧包括我哋歷史傳承一定嘅重要，因為文化唔係講我哋發展嚟傳，成塊嘅關係嘛。當然我傳承唔係風俗啊，風俗定我哋有成大包括我哋咧聲音樂推送過來，嗰個文化教育啦、慶典啦，還有我哋咧傳承嘅工作啦，特別還有我哋咧聲音樂系統，特別本他講我哋看到我自己我哋圖條上。按用嘅講，對我對人來講美的層面較為重要，包括係頭多所講嘅哋宗教嘅慶典嘅部分，慶典唔係講哋前個都會所講講口啦，向創業呢唔單止當然地講北宮對人來講，呢幾個節氣，哋希望每日嘅係見北宮拜天公，呢幾個節日最重要。嗰種哋呢咪講，假如哋所有生於上年每啲節氣來講，本大家了解，哋絕對是用嚟行過來嘅。同到我哋處長安置這個說明地步，你都發現講，其實屏東縣政府對一整年嘅發通其實規劃得相當好。就是下我哋下我哋慢慢嚟用春夏秋冬同講，唔乜時間來，我搞到乜個東西。翻過來，復起來，2021年係我哋綠隊開張300周年，亦係最重要一年。屏東縣政府嘛準備一系列的發通，歡迎大家人來屏東。其下我哋都想我哋嘅陳處長慢慢地同人講，一四季地位而安排乜個節目。咁我哋係咪先從春天開始？春天有乜個名詞冇？譬如講春天秋暑乜個？春喜。春喜。係喜福嘅喜。係喜福喜。今年咧開始對人嚟講最重要，我屯區嘅節日咧可以留下來。佢上我哋春期最主要，我哋對鄉鎮咧，也叫咩？特別客家信仰開始，因為我哋嘅信仰對我哋個客家文化嚟講，佢係生活當中嘅事情。佢說除了我哋喺正月15嘅祈福長炮山以外咧，還有我哋有約嘅，唔單止我哋綠隊嘅我哋咧客家鄉親以外，我哋喺屏東市，大家所地規個台灣來講，族群嘅融合等於結合嘅重要，我哋啲河坡客，我哋客家時常講塔克編織課一部分河坡客喺屏東市已經有差唔多60-70年咧。對於外裝細量我哋客家一家人來講，一定文化嘛係同我哋先定有關係。嗰所以哋嘛都好睇見我哋整嘅生，因為有先定嗰所能有幾多嘢做高炮也係風俗，對於佢嘅文化嚟講，同我哋常常國王客家咩有關係。嗰種嘅王也佢似咩喎？除了嘅叫講出來以外，佢本人做面做平安，嘅做高嘅也係講我哋炮嘅打字炮打過後呢，要佢跨體都較不嚴下，係要啲平安高啲平安，也嚟傳授一份集團嘅語氣睇我哋呢前對。
用下等的领导下等所的参公庙哈，還有嘅媽祖廟，他家也用嘅太廟，他家歸屬歸屬事。對於領導嘅參公廟以前下等所有嘅宗廟嚟行過來，大部分家人中年人睇人啥睇宗廟堂以前後生嘅，因為對下等文化嗰種正向。念歸來，馬창高嗰度等睇落睇人啥因本嚟，30年前都更加咁冇怕呢娘等搶水，等地中冇搶水，因為搶水其實有文化同行人同等皮膚足夠相關。佢說有部分好對我哋愛了解，今年搶水聽等生活村其實是睇馬家鄉，又係嘅搶水嘅方式佢奇妙，變咗睇我哋你們家時節而顯去。那水有清腔，跌高嘅腔絲參訪過，準嘅等人有去搶水，當然有娘的，去求貴人圖個平平安安，所有嘅事情順順利利。也另外咧，接頓咧有向我哋咧，睇家東嘅百姓人，等啲家東也對我哋幾個對來講做對。佢重要一啲啲事點以外咧，包括嘅我哋地嘛，小屋啦、洋屋啦，亦叫做老屋沙，特別我哋老特別嘅小屋養老啦，今年都慢慢嚟搞做啲修整，唔單止是啲嚟顧及一啲記錄嘅以外咧，包括我哋咧嘅服裝，我哋啲服裝更加對他家嘅基礎當中，建議當中，他本家用我哋咧貼嚟貼做，像唯一更加哋台灣搶用我哋家當嘅服裝。是用我哋咧木材服衫嚟做嘅，佢說也部分是一啲文化基點，特別我哋所有嘅什麼基址。重點以前睇百姓，但是像這來講來用孫嘅人可以去同我哋新店辦搶盤去嘅拜，要經過好多年屯駐比特別地方人士安尼。大邊努力嘛，搶事誒，等三個幫問講後今年開始可以拜等嘅成績。佢仲係咁講，對我哋來講文化大邊更加顯推社會嘅平權對客家來講是一啲最重大一點。佢說也記一點，今年要睇我哋長嘅這部開始。觀眾朋友，談到更加，係咪發現到其實睇一人家以後，我哋其實屏東率已經有幾鬧人的一個發動，而且以前因為我這個喺屏東嘛，以前嘅發動其實是這個辦這個，冇錯。但是今年屏東縣政府把它全部是拋開來，好像唔單止係本資源，一方面嘛係本一個地方嘅人，一啲歸準從嘅方法，係一定開始去評估了一啲以前判嘅方法，最主要係對電視機前面的人講，你哋一擺都可以看到，其實我哋以前唔去家道，都冇辦法去聯絡，去聯絡都可能冇辦法去期望呀。但是你而家一擺來的話，我哋15嘅時間，正月15嘅時間，嗰時間你都一擺都可以睇冇看嘅地方，看到一條真是幾難的看到，或者台灣幾少看到嘅一啲經典法通。冇錯，其實我哋所講嘅也個雙人嘅有個節氣嘛，大家有時間嘛，希望大家可以睇有12嘅時間，佢是搭服裝，因為我哋每年咧行過來也按幾年，我哋會注意到每擺睇搭服裝嘅時間，佢都記錄晒，包括大家去到嘅唔是煩惱，因為有蔬菜學行，嘛啲我哋所有嘅每啲蔬菜人文人文薈萃一部分有當天嘅水人足夠專業，係想老了是一件事情，不過表現嘅芬芳的心情向下一看我哋體驗我哋客家文化，其實同我哋咧除了宗教以外，同我哋咧成代風俗有絕對嘅關係。我想講一年的年頭，年頭出事嘅時間，用一啲按好嘅、按吉祥、按好運嘅一啲方法來開創。我相信今年一天事情如果順順利利，然後大家有冇平平安安。春天係咧係，夏天夏天我哋南部過年咧。過年嚟講，佢所去茶腳踏茶出去漫遊啊，係啊，去浪浪啊，我頭都講到我哋溫泉師溫泉師對我哋嚟講是啲太起點，要上啲咁了解。慢慢嚟我哋有一擺嘅方式，要漫遊，慢慢嚟行，有親自嚟行，冇去到我哋咧。卡球嘅時間，每擺也行程冇乜相同，最主要行嘅路線，除了頭先所講嘅嘅溫泉寺以外，我哋有13座，
稀頭，因為我哋定我哋按多鐘頭，睇4種嚟講，到後面13種，對我哋嚟講最重要。因為韓國13種，即係我哋嘅女僕嘅馬術苗，嗰種嘅我哋陸隊軍陸隊嘅面團，甚至咧也重點。其實睇行睇流了，除了我哋看好嘅件事以外呢，最主要幫我哋呢，實實在在地，其實同我哋成分冇走盡。其實吼。我哋其實講咧，台灣喺講喺吃行茶嘅，伊個泰國嘛，我哋身上嗰度吃行茶，其實我哋他講伊嘛幾好奇，叫他茶隨行啊。不過從初種人嘅安排啊，即係我感覺到冇錯，用一種最自然、好最天然嘅方法，還有最悠閒嘅心情，我哋可以接觸到我哋咧學習。咁從頭同你講，其實有對嘅部分咧，嘅路線我行到哪咯？有對部分睇咩？其實我哋更加好路線嘛，會同我哋嘅185嘅部分會細。比如我哋更加行到對灣達，有到我哋嘅六號嘛，竹田，接到呢竹田文化園區啦，或者竹田那個葡萄站街啊，嘛會到我哋女僕到文化園區，每啲鄉鎮教會留到，最後面我哋會經過我哋呢新北做對，入我哋呢家棟。我說也規個路線頭是幾次菜，因為他個家庭啊，等屏東縣政府有7條彩虹個自行車道。也另外呢，其實睇下邊飛嘛幾有高度，因為等地所有透露太本家縱貫線咧，我哋嘛地講我哋呢客種太本家睇2拍嘛，而是等一個魚骨嘅軸線和神頭安尼嚟講，我哋嘛希望講除了用我哋13種以外嘛。加油也太通本他家入總頭，看到我哋呢，每啲總頭嘅，我哋客家情腔，客家對環境，特別對人對大地嘅愛護。係啊，真是去到哪就可以聊到哪，去到哪嘛可以食到哪。冇錯。像有部分啦嘛，像客家美食，譬如到客家美食，我相信初種因為嗰啲，咁比如講我哋今年夏天嘅時間，我哋其中叫他上那度弄些時間，那乜個地方好食啊？嗰度好食啦，比如講我哋客家美食要辦嚟也冇問題嘛嗬，煮鉗煮客嘅嘛要巧克力嘛，佢說灣文佢鬧灣文我哋食煮客以外呢，我哋可以我哋巧克力嘅加做嘅，因為佢個順路嘛，行出嚟要我哋做對嘅，當然我哋加凍要加嘅海鮮咧也辦嚟啦嗬，還有我哋新別嘅飯條湯啊。客家美食真係幾多，當然講喺過年嘅時節，佢入我哋女僕佬揀去買豬膽骨，也對我哋嚟講傳統嘅傳統嘅一種食物啦，嗬，我哋唔係講不趕時間要，唔過聽到我哋呢春期夏遊嘅部分，每啲季節甲看得到。可是，第二個我哋講我哋細嘅客莊嘅細理客。係啊，行到哪食到哪，行到哪都看到哪，因為就像頭先我哋呢處長講嘅，我哋6對客莊嘅人物按特別，好6個客莊其實嘛保留嘅幾多幾老嘅古建物，係我哋老貨房，其實幾適合喺安尼時節來睇人哋聊聊。咁夏天我哋啷係哋？秋天咯，秋天有冇節目？夏天還有啲，夏天唔見過。但係佢重要，因為我哋定係嘅洗衣廠嘅嘛。我哋以前講歡迎假，歡迎假嗬，我坐睇行下係冇，話嘅是大半年嘅事情錯冇。嗰陣我哋定講看睇客家文化當中，其實是佢堅強，啱顧家個隱性。佢說廿八人馬尾托沙飛出嗬，同我哋呢女性醫院堂洗衣廠請過來，佢同我睇3月初8嘅時間睇家棟，除了我哋呢漫遊自行車以外，他家睇嘅些衫褲，當期嘅是2月都能錄卡嘅老公啊，先生來個個拿到嘅體驗卡嘅時間，咁佢本歡迎家去做啲體驗，當然我哋睇家棟嘅老嘅嘛，用我哋嘅文創市集，嘛希望喺呢擺嘅文創市集唔係講每擺家一擺打咩，本次嘅菜體可以自己用腳做下去。其實也要發動地方，唔單止係一個發動，其實伊嘛係一種，我哋講新片平強嘅一個最重要嘅意義咧。吼，嗰種唔單止講，而係一個天美成一個我哋講菜體嘅一個節慶，其實伊係我帶代表意義嘛幾出。
其實我哋見睇前面嘅呢水文化，但邊啊南邊劇水文化有部分其實係見啲啊食上會蔬菜，更加冇買好擺，學家團體學鞋。佢說成塊建議我哋會要講啊，佢屋企人曲下來，天陰度講用睇嘅濕板當紅。影響啲農sản婦對米的人呢，嗰種誒唔係個市場要嘅，嗰種米的成分我哋見睇前，人哋用乜嘅更加希望下一輩買用乜嘅。其實談到更加，我哋談到春天到夏天哦，還有我哋呢秋天到冬天嘅發通，唔先講哦，休息下，等下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陳麗萍陳組長，同我哋講嘅我哋6對開莊300年嘅春天同夏天嘅發通，我哋今日馬上來請伊同我哋紹介秋天同冬天嘅發通嘅。咁秋天哦，秋天聽嘅陣，其實客種來講應該嘛幾多發通吧？幾多哦？你講啊，嗬，秋天也卡秋，結婚和討伴娘討嫁是最好嘅，也部分我哋辦我哋客家嘅婚禮。屏東縣政府每一年搞辦我哋公證結婚，今年嘅主題又係用客家嘅禮俗來辦。再來美食民俗嘅team，嚇，對我哋講嘅又係辦調節啦。那今年都又有用國際性咧，其實我哋見睇又有講美的演示我哋客種，對我哋客家文化美食有希望咧，台中太嘛向下來幫我哋邀請，要接到我哋咧辦調節。因為佢重點，我哋見到傳承也部分學，也傳承其實係教育嘅內容佢重要。我哋睇對水文特別我哋教育部分，睇教育處嘛判咧，對我哋咧青年咧有10幾千人咧嚟從我哋客家教育，睇呢啲從別客家鄉下嚟從嗰嘅嚟攝我哋咧客家嘅嗰種心情特別核心。再嚟我哋客家史嘅部分，其實睇差唔多5月份就開始操作，我用嚟做石頭，另外呢我嚟弄石嘅。弄石嘅呢，我又有所謂沙器，龍輪泰式啦，特別好搞，運用我哋米的村里鄉鎮嗬，鄉下10隊嚟做參加。到時節睇冬天晚福之前，我哋去睇一啲太陽工廠，是架幾千人嚟弄石嘅。我相信觀眾朋友唔能講我幫我聽到啦。其實嗬，處長講嘅得到，點人上我冇買嘅，我當然呢啲屯門嚇。第一時嘅處長唔講嘅鐵道鐵架，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嗬，聽得上我講，喂，買拉下一套線橋呢，眼用我啲參加嘅客家婚禮啊。有部分好啊，佢重點冇。佢重要嘅，如果我甚至我哋講嘅，我哋啲觀眾朋友佢仲話，我哋參加嘅客家婚禮，你今日去參加客家婚禮，應用我去參加。客家婚禮嗬，麻煩大家注意哦，屏東縣政府嘅網站當告，有時是今年嘅所有6對300年嘅通告會提嘅，俾大家看到，隨時注意到每啲結婚加油，結婚有限制哦，30對哦。30對，係啲重價嘅。重價㗎，因為嗰種冇相同嘅體驗，對我哋嚟講，有一年都睇，今年都個貼嘅，那叫朋友天2百300年。我哋每天會讀到。但係我想問下比如講你講客家婚禮，所以客家婚禮地方我有乜個特色？比如講啦，見外族啦，嚇，例如例如插頭髮啦，公司機啦，嚇，按樣比如講到你們嘅嗰種禮俗俗，部分學會請外人婆。講起來講，面貌細隻，按顧多車，屏東縣政府嘅團隊、民政處對呢方面已經夠用心，包括用嘅團幫我哋發啦，用祝福嘅方式，用合體啲。觀眾朋友，頭先我哋處長講我要記下來嘛，點嚟聽影上我冇問啦，辦調節啦，因為婚禮係一條係面泡辦，咁辦調節呢，今年差唔多我睇忙時辦啦。有面泡辦節嗬，今年佢睇8月、10月、9月也部分嗬，大家請注意，最主要係等希望也辦調節，
伊所可以影响的两个因为迷失，对我哋有对嘅板条，当然嚟做对嘅去散嘅板条，因为咁无相同，会睇变动，特别采我哋啲乡镇嘅判例。因为板条节嘛判了几多年啊，相信屏东县政府都判下板条节一定该收嘅啦哈。同时，其实伊利益嘛越来越多嘅，因为明年参加人都越来越多人啊。係啊，嗰種嘅你看頭都有客家婚禮，又有板條節，係咧係其實係哋六隊地位最重要嘅冬天嘅呢。冬天部分有個精彩哦，又有所別的鄉鎮吼，他家來了解，本他家看到每啲鄉鎮特色，比如講今日啦，我讀到慢慢鄉鎮講，以後同佢用米啊，用一筆全部搖出來，撈太嘅，幫人哋客種嗰種人文薈萃嘅，種嘅自然環境本他家看到，米啲種調教自家特色，再來我哋要我哋呢。要係我哋音樂跨族群咧，我哋啲所有嘅人睇我哋樂隊嘅，包括嗰度個有名嘅，希望更加已經開始喺搖躍嘅，咁佢管我哋讓我哋咧樂隊自家故鄉充分他嘅堂嗬，再來要我哋睇戲，還有佢哋個重點對我哋嚟講，要係我哋啲。你講娛樂，環歸到有成全國網咩位，也就總頭大部分，加起我哋樂隊嘅也就知名嗬。我哋希望睇年代嘅時節，會邀約面容嘅我哋親戚朋友，歸來屏東，共下來萬福實作，嗬，嚟見我哋土地白講祈求，下年嘅要再過學。因為其實對我哋樂隊嘅行業嚟講嘅話，其實我哋冬天嘅晚服其實最重要嘅。但是睇落加上頭到我哋嘅初中就講嘅，你看啦，又有老莊，老莊都等於他個人傾下來，吸下風來，可是做一件最重要嘅事情呢，我哋開始各種各嘅晚服，然後最尾還有睇戲，後尾還有做球嘅音樂會。但係如果都變成一啲我哋年代嘅風俗以後，我哋用音樂。來祈感謝我哋一年平平安安，同時我哋祈求我哋未來咪係平平安安、順遂一生。佢從唔同都有講到講，從頭都有講，比如講有發通可能喺我哋咧沙皮處來聽書，後民政處來聽書，可是變成講，係咪其實每一啲處，我哋講處事啦嚇，係咪都講，而即個有計劃一啲發通落去民間人地方咯，當初你哋縣政府地方係咪用按呢合作方法嚟做？其實我哋咁講，縣政府按所有嘅同人家嗰啲人想，每個人民嚟講，我哋呢一節戲會提供出來，亦都明講，一定所夫妻嘅業務當中可以用嚟聽數，比如講我哋講宗教部分有民政處嚟同我哋聽數嘛，因為夫妻包括聽我哋對人文嘅關懷，我哋睇下我哋屏東以人為本嘛，佢說勞動體制照顧我哋關懷據點佢是落實嘅，對五線兩線嘅平等，就係我哋咧睇學生活嘅部分，再來教育處嘅做乜呢？除了我哋咧我哋 Happy Fee 仲用攀岩另外我哋寫字比賽、作文比賽、論文比賽以外呢，佢仲要用我哋睇客語嘅地個幾年圖嘅推展啦，特別用同客家文化，加用我哋嘅比報來展覽，我哋向下來參考嘅，對幾個我哋咧課餘生活學校啦，特別學習家庭啦，向下也展覽會有我哋校務處同教育處向下來參考嘅，另外呢，再來要係我感覺所有嘅美地局處對我嚟講，加有聽到我哋文化講實在一定本身佢感通，以前唔想參加，有安尼機會參加，樂隊參加人也都會經驗以外，對人來講也係。人哋講客家文化嘅講同美，唔係佢單身聞得到，有看得到。都等於如果我哋一開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從我哋初中都有講到講，其實一件事情對屏東縣政府來講，對屏東縣長來講嘛，其實嘛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嗰時都等於講，我哋所有屏東縣政府嘅同仁，他個人向下來攀入嘅綠隊三百組人。你將我哋見面看到，係綠隊三百組人屏東嘅一啲 logo 係咪？係冇錯。我哋啲五福風有冇相同嘅色色，比如講我哋看到紅色嗰種祝福，看到我哋橙色以前要係綠特別藍嘛，藍要係鐵，我哋綠色要係 T， 黃要係我哋祈求，咁嘅色要係我哋嘅希望，只要有幾種嘅色對於建築法，
嗰種團操嘅6個頭啊，有6片，有下定6隊，大家強強下。佢就也有下嚟推白。我想唔單止講喺我哋6隊啦，嚇6隊團結強下，其實也6個嘛可以推白睇我哋一塊土地上所有嘅我哋冇強用嘅族群。睇下發通地位，其實他個人係強用，他個人係強下來慶祝，也為6隊300周年嚟嘅慶典。嗰種也今年嘅節目地方，我哋聽到講，也幾年嘅節目，其實屏東縣政府已經規劃個幾陣時嘅一個節目。咁唔知講咯，唔知個希望講，唔知個對也為幾年有乜個期望？其實我希望講幾年都其實佢前幾兩年6隊300年有呢條東西文化，伊嘅精髓，啊嘛希望大家來了解客家其實是真嘅個真正嘅，嗰種文化自信有係我希望，從我哋客家基本法來講，大家來認同有係我哋客家人。認同同自信啦，希望講我哋帶有安度發動，唔單止講我本老了，其實呢地講其實身為一個客家人，6隊嘅客家人係啲幾驕傲嘅事情。幾驕傲係冇錯。咁從唔係更加多更加嘅話，我哋呢觀眾朋友看節目看到更加，一定會想講，咁我是想愛參加啊，愛對內地也會自信咯。也部分請大家看我哋屏東縣政府，其實屏東縣政府唔單止係所講嘅嘢。所有局處、管傳處、特別交通處全部加有規劃嘅，但個教一下6隊300年嘅發通嘅消息，大家嘛可以睇面處，有係 hashtag， 有係等嘅景緻啊，將士因客家也個點嘅當係所有嘅發通。嗰時候等於講我哋睇面路上面都可以點我哋見啊，屏東縣政府委到我哋6隊開創300年所辦嘅所有嘅發通。咁從也發通係1整年嘅嘛，啊你自己咯，你自己有冇開始有冇準備開始吃雞精，每天跑步。也做開始睇去年大都開始去面咯，老師講講係每啲人家佢請你睇面你講一樣留下嘛嘅。嗰時候而家你譬如講，你已經開始在走嘛，因為馬上呢一人已經替啲發通都開始嘅。咁從你開始佢發通以後咯，你想我講留下乜個東西不一塊土地啊？認同傳承文化佢留下來嘅，就係我哋嘅經驗。咁從屏東縣政府嚟講嘅話，6隊300周年，對屏東縣政府嚟講，而係一啲乜嘅意義一啲發通。我哋作為嗰度嘅一通，係愛屏東愛驕傲，也是大家家己嘅。愛客家愛驕傲，又係我哋最想嘅做俾大家看嘅，俾大家認同。我唔錯，錯到我哋初中講嘅錯，愛客家愛驕傲。睇下6隊開創300周年嘅各重要嘅人嘅屏東縣政府，還有屏東縣所有嘅人，如邀請全國嘅觀眾朋友，共下來屏東來聊聊。今日要感謝我哋陳處長來現場同你講，按到做300周年嘅事情。多謝主持人，大家來注意，來參加我哋6隊300年咯。謝謝下我第一聽下先來認同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好了，開始同先生來通下來讓步，來做一點暖身哦。唔前放起來嘅，夾放來同先生通下痛痛哦。來打開來，下放來。快快哈哈，你嘅身體也放來哦。跳鴨本愛爽，嚇？敢跳本愛。
前面，往前面。你繼續聽好啦。能夠本來，打開來，合好來，打手唔係數，打開來。可以哈，好不好哈？好，開始咯！挺爽咯，是耶，打開來。加油啊！南部本來，開始身體也好來啊！嗬，快黑黑來。再來個切條，也好來。前面，後背，再次前面，後背下，好，加上幾掌。數地面胯下，來幾掌。停上拍，慢慢嚟做。好，夾嘅開始哦。南部，緩和一下哦。再來動作，同嘅個切條牙膏哦。可以哈，準備好哈。臀線上痛下做牙膏，盡量靠近你的胸口哦。好，弯片。再弯片，1、2、3、4，好，弯片來，1、2、3、4，夾得來。弯片的1、2、3、4。稳住。注意的動作，後踢腿哦，你腳底後背哦，跑步哦。
舒克大好关系，尽量哦，贴过来哦，还是流汗的哦，一粒亮的，一粒亮的。陈松胖，快休息一下哦。好，南夫，可以吗？动作好歪吗？好，脚打过来。你天呢？你ပြန်跳，下去，再下去，往前，再往前。好，叫。做係有氧運動咯，吼，心肺功能可是變強啊，增加體內肌肉伸展。好，往前來。好，拿重跳開始哦。體力動作開合跳，還記得嗎？準備好了嗎？再來，加油！注意哦，挺爽哦！胯下擊掌。來，繼續跳起哦！抬腳準備哦！往前。再來。往前嘞。好，跑步來。一粒亮的。南部本來。繼續跳起哦。跳起，跳起，緩和一下你的呼吸，突然你身體來做一個伸展。往前來，盡量放鬆來哦。喺前面，跟數，好，仰過胸來。南鋪，來呼吸到最明白哦。準備開合跳，來。
couple weeks, I only wanna see her. We took away the days, we would take away pizza. Before a text message was the only way to reach her. Now she's saying I'm a place, that's the way I treat her. Not Aretha, all over the track like a teacher. I never want to sleep, I guess that I don't want to either. But me and her, we make 话下集走。 She plays the same day. No choice and everything what it's about. But maybe we'll go together and just figure it out. I'd rather put on a film with you and sit on the couch. I wish 抬 she 脚 had 来 a over the missing it now. She should have written us down the way things played out. She was kissing him how I was confused about. She should figure it out while I sat there again. 小跑步， With my love, my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home. I don't want 忙不不爱， don't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嘻嘻， Even reload. I don't want 游戏， hey. Don't with my love. 今日動作學會冇？學會哈，慢慢的從線上來通下來運動。我相信下班一天聽得到誒，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